续来看台中陆军集军团发生着怪奇的命案，有2个士官伫寝室昏迷不醒，送病院急救救无倒来，2个拢亡生。初步判断是一氧化碳中毒，其中33岁士官有留一张的遗书，但是共寝室另外一个29岁士官，伊的家属讲，死者有2个囡仔，家庭美满，而且发生代志的进前5点钟，阁有甲太太联络。家属认为，伊是因为33岁迄个士官要来轻生，伫寝室放这个一氧化碳的罐罐，才连累伊嘛对咧死亡。家属是对这个共寝室已经过身的这个33岁士官提出着杀人的告诉，希望透过司法的调查，把真相查出来。台中陆军集军团29岁姓陈的上士，伫营区的寝室身亡，因老母伫亲人的陪同下，到殡仪馆配合检验验尸，一家伙男做伙哭甲真伤心。所以现在侦查不公开，因为我要给我弟弟一个清白，就把弟弟安置好了。欢迎你们过来，就是一起帮弟弟，就是澄清这件事情，让弟弟有个公道这样。家属伫网络写讲，29岁姓陈的上士有2个囡仔，一个2个月大，一个1岁外。回去厝内，嘛会斗做代志，是顾家爱某爱囡仔的查甫囡仔。孩子财务没问题，家庭没问题，生活工作都没问题。家属表示讲，案发的进行1暝，这个上士回去营区，半暝12点外，佫有甲因太太联络，透早5点外就发生不幸。相关疑点啊，家属都有跟检察官做一个说明了，那检察官相信会有一个调查厘清。军方表示讲，共寝室的2名士官已经做10多年，分别做营部训练师、甲运输师，日常生活、部队工作情形拢正常。早上5点50分要集合早点名，2员士官是没有集合。那士官长就到寝室去，发现2个昏迷不醒的现象，那立即启动急救措施。2个士官送去病院急救拢无效。33岁姓陈的上士有留一张批地检署调查。33岁这个姓陈的上士伫寝室死亡。29岁这个姓陈的上士家属提出杀人的告诉，认讲伊是被杀的。检方已经查扣监视器画面、手机啊，将解破了解死因。家属讲，虽然对33岁姓陈的死者提出告诉，最后嘛是不起诉，不过因希望透过司法的调查来了解真相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